各位，我係李慧詩。天文台凌晨1點半改發9號烈風或暴風增強信號，另外喺凌晨嘅2點25分發出紅色暴雨警告信號。莫拉菲集結喺本港東北偏東，大概70公里，接近中心，最高持續風速係每小時1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概係25公里，橫過深圳。新華社就報導，莫拉菲已經喺凌晨1點左右喺深圳南澳登陸。天文台預料莫拉菲未來幾個鐘會非常接近香港。本港正普遍吹烈風，風力會繼續增加，並且有狂風大雨。隨住風向漸轉西南，原先受屏蔽嘅地方將會變得當風，市民應該及早作好準備。9號烈風信號咧現正生效。颱風莫拉菲咧現時咧係集結響香港天文台嘅東北大約50公里。現在正在橫過緊呢個大鵬灣。咁依照咧呢個移動嘅途徑咧，未來1-2小時咧仍然會係更加接近香港。會為香港咧帶嚟咧烈風同埋咧狂風驟雨嘅。而家香港咧普遍咧係吹從西邊嚟嘅烈風。最高響塔門咧錄得嘅最高嘅每小時陣風記錄咧係148公里。我哋咧睇睇呢個雷達嘅影像咧，我哋見到咧現時咧同莫拉菲嗰個有關嘅雨帶咧已經影響緊香港㗎啦。咁而且咧雨勢都相當大嘅。咁天文台咧亦都因為咁咧發出咗黃色嘅暴雨警告。我哋記者潘慧琳咧喺尖沙咀㗎。潘慧琳9號信號已經發出1個鐘啊，外面天氣係咪越嚟越差呢？咁又唔係喎，過去呢一段時間咧風勢係明顯細咗㗎。好似呢個位咁咧，你見到啦，我依家係可以企得穩。咁剛才咧基本上空曠嘅地方咧就唔可以企人㗎。咁而喺尖沙咀其實你都仍然係有幾熱鬧下㗎，見到咧20-30個咧啲市民咧繼續喺海邊咧感受呢個暴風嘅威力。咁我哋好多咧都有啲見呢個戴頭盔啦，喺狂風入邊咧做出各樣嘅動作啊，咁樣喺度好似一個小型嘅一個派對咁樣㗎。咁而其實見到咧強風已經喺街上面造成一啲破壞㗎啦，好似係啲垃圾桶啊、回收廢物嘅桶咧已經係吹翻咗啦。亦都啲鋪頭咧有啲裝修緊嘅鋪頭啦，門口嘅木板咧亦都係吹走咗。咁咧見到天空咧好多都係膠袋啊或者木板都飛舞㗎。咁而咧依家咧就仍然市面有啲餐廳開緊工㗎。咁較早前咧見到隔離呢間餐廳咧就仲仍然有啲工人咧係預備係搬啲貨入去啊。不過剛才咧由於天氣太惡劣啦，佢哋都係取消咗，今晚咧就冇送貨啦。而我哋會繼續喺尖沙咀咧報道出邊嘅情況，交翻俾新聞部。唔該晒你。